阿弥陀佛，乔施主，你今晚接二连三向少林挑衅，老衲身为少林方丈，不得不将你擒下。再吃我一掌！呀！乔峰的武功果然厉害，得想办法尽快的把他除掉，否则危害世人，后患无穷啊！你自己走吧，不过别想逃，我有很多话要问你。走。哎，装死啊！女人，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再不说话，我一掌毙了你！朱姑娘，朱姑娘，乔帮主，朱姑娘，朱姑娘，朱姑娘，你现在的伤很重，我必须把你送到镇上去，找个郎中给你医治啊。我怀里有治伤的药。太好了，朱姑娘，现在治伤要紧，希望你不要责怪我。怎么样，阿朱？阿朱，阿朱姑娘，
这个姑娘她的脉象已经乱成一团，依我看治不好了。先生，别这么说，再想想办法吧。好吧，我给你开个养生的方子，看看能拖多久。谢天谢地，姑娘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乔帮主，谢谢你救了我。都是我害成你这样，你就别再谢我了，要不然我真无地自容了。快别这么说，乔帮主。好了，姑娘，以后别再叫我乔帮主了，我早就不是什么帮主了。那以后你也别叫我什么姑娘了，就叫我阿朱。我以后就叫你乔大哥。好。哎，阿朱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？好一些了。乔大哥，你去少林寺干什么？我还倒想问问你呢，你去少林寺干什么去了？其实我是去找我们家公子的，想告诉他王姑娘的事。我好好的金色，那个守山门的智清和尚凶巴巴的拦着我，我还跟他吵了一架。后来我一气之下就化妆成他，偷偷的溜进去了。要是少林寺的老方丈们知道一个女子假扮成和尚溜进了他们的寺庙，他们一定气得很呢。是啊，乔大哥，那样才有意思。谁叫那些臭和尚把我给赶出来了，我就是要气气他们。等我的伤好了，我一定还要再去试试。哎，阿朱，阿朱，对不起，乔大哥，让你担心了。其实我刚才没事，只是一不小心睡着了。来，别乱动了啊，好好躺着休息吧。
阿朱，吃点东西吧，要不然你就更没有体力了。谢谢乔大哥。乔大哥，我的伤是不是治不好了？你别胡说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我要给你找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药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好好休息，过一阵子会慢慢好的。哎，阿朱，阿朱！想死，你救救我！我不想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，我不会让你这么死的。乔大哥。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乔大哥，你今晚能不能不要走，留在这里陪我？你这个傻丫头，就算你不提这个，我也不会走的。那样，我会放心不下的。乔大哥，我睡不着。啊，睡不着，你就慢慢睡吧。乔大哥，给我唱支曲子好不好？啊，呵呵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唱曲呢？这不是为难我吗？那你就给我讲个故事，讲故事你总会吧？讲故事。我怕我讲的故事你不爱听啊。不会的，乔大哥讲的故事一定好听。那我就讲了。从前有一个老公公，他在下山的路上碰见一只狼，那狼被人装在布袋里，狼就求那位老公公把他放出来。后来老公公把狼放出来以后，那狼却说：“那狼说他肚子饿了，要吃了老公公，是不是？”你听过？这是中山狼的故事。乔大哥，我不喜欢听书上的故事，我想听你讲你自己编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乡下孩子，他家里很穷。那年他爹得了重病，那孩子的娘卖了家里仅剩的6只老母鸡和1篮子鸡蛋，才换回来4文银子。娘带着这孩子到了镇上，去请一位郎中。可是那个郎中嫌钱太少，不愿意出来看病。娘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，一不小心扯破了那郎中的衣服。那个郎中一脚把娘踹倒在地上，还要这对可怜的母子赔他的衣服钱。孩子冲了上去，想要打那个郎中，可反被那个郎中推倒在门框上，碰得头破血流。你郎中真狠。后来他们回到了家里，银子不见了，娘就怪这个孩子偷了。结果浑身搜了个遍，还是没有。娘急得哭了。那个孩子心里存了一口气。当天晚上，他到肉铺偷了一把杀猪刀，悄悄地摸到镇上，找到了那个郎中，一刀把他给宰了。
后来，孩子爹爹的病好了吗？一个少林寺的和尚看着一家人实在是太可怜了，送来了一些良药，才治好了爹的病。谢天谢地，菩萨保佑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是不是很没意思啊？不是，乔大哥，我很喜欢这个故事，只是觉得那个小孩未免太狠了，小小年纪就那么凶残，动不动就杀人，简直像契丹人一样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乔大哥，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不错，那孩子天性的确凶残，说不定真是契丹人的孩子。乔大哥，那个小孩就是你自己吧？听着你的聪明，你一定早猜出来了。其实，你杀了那个郎中，也是应该的。他人那么坏。其实，我也不光是因为那个郎中可恶，更重要的，我是受了委屈，有气没地方出。我真的没拿那4文银子。我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别人冤枉我。我知道，乔大哥现在被丐帮和中原武林的朋友们冤枉，说你是契丹人，你心里一定很痛苦。我对我的身世也是越弄越糊涂了。回想起来，我父母好像从来就没有责骂过我。不管大事小事，对我都很客气。当时还不觉得，现在一回想起来，确实是有点奇怪。有可能，我真的是契丹人。不会的，乔大哥人这么好，一定不会的。阿朱，如果我真的是契丹人，你还会觉得我是个好人吗？还愿意和我在一起，让我这么照顾你吗？如果乔大哥这么好的人也是契丹人的话，那大家就不会那么痛恨契丹人了。乔大哥，怎么了？别出事，房上有人。我出去看看，马上就回来。啊。是向八爷吗？请进来吧。关西齐老六也到了。向兄、齐兄，兄弟恭候你们多时了，请坐。阎王敌薛神医这次突然发出英雄帖，召集了这么多的江湖同道，瞧着阵势，可真够急的啊！看来薛神医就在附近，阿朱这丫头有救了。这个豹兄，是为了什么事儿啊？还能为什么？一定是为了那个契丹禽兽的事儿。这不，又听说他杀父母、杀恩师，你们说这还算人吗？啊，简直连禽兽都不如。乔峰这家伙，过去一直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还真的被他骗了不少人呢。是啊，乔峰过去的为人，我一向十分佩服，可没想到，这契丹人终于露出了本性了。以豹兄之见，薛神医这次发出英雄帖，把大家召集到聚贤庄，
就是为了商讨如何对付乔峰。不错，我想江湖上最近除了乔峰做了这么多坏事之外，再也没有别的大事了。乔大哥，你回来了。我一直都很担心你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阿朱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再相信我了。我知道，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苦，说不出来。我自己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你对我是这么好，就算你是契丹人，我也和你一条心。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永远跟着你。阿朱，我明天就带你去找一个天下神医。包大哥，小弟乔峰有话想跟你说说。乔峰，我的人头你随时都可以取，你连父母恩师都可以杀，对我又何必假装客气，手下留情呢？你是想戏弄我们吗？你们不必误会，小弟绝无此意。我只是听说阎王敌薛神医大发英雄帖，因此很想跟三位一起去见识见识。你也要去？你知不知道这次开英雄大会是为什么？看在昔日你我还有点情分的份上，我可事先告诉你，你去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我乔峰既然决定要去，就不怕有什么结果。更何况，我只是去找薛神医，有事要求他。好，这次英雄宴就在前面不远的聚贤庄。哎，我可有言在先，是你自己要去的，到时候发生什么事，可跟我没有关系。这一点包大哥请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小弟绝对不会怪你。聚贤庄我认识，请三位大哥先行，并顺便带个话，说我乔峰随后就到。好，既然你执意要去，那我们就聚贤庄见吧。哼，多谢了。慢，请出示英雄帖。各位请进。就对，这样就这。三位，薛神医，一路辛苦吧，一路辛苦。请，坐。来，请坐，快坐吧。好，请随便用点点心吧。好，请。薛神医，二位有眼，鲍某有一事请问，这次所请的宾客当中有没有乔峰啊？我们这次下的是无名帖，愿意来的都可以来。哎，你问这个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因为你和乔峰有交情？不，你们误会了。我们在客栈遇见了乔峰。不瞒大家，我们三个人睡得太死。昨天夜里，乔峰进了我们的房间，还在我们的兵器上加了纸条，我们居然都不知道。你们看，
天亮了他又来找我们，而且还让我们给大家带个话。他说也要来参加英雄大会。也许这是天意吧。他呀是来自投罗网的。我听说乔峰不是个鲁莽之人，他真的会来参加英雄大会吗？我想啊，他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大家先计划一下。这话倒对，有理。善政谭公谭婆赵钱孙到。哎呀！你看，哎，全都在这儿呢。哎呀，诸位大侠，欢迎好啊！诸位好，诸位好。哎呀，少林寺玄难玄寂2位高僧到。二位大师，大师辛苦，大师辛苦了。二位大师请进，快请。请。二位大师，请。丐帮众长老到。丐帮来了这么多人，果然是为给乔峰助威来的。乔峰早就被丐帮赶出去了，是我亲眼看见他们翻了脸的。那也不能保证他们就完全没有关系。先不说那么多了，把人迎进来再说吧。丐帮几位长老驾到，有失远迎了。薛神医，太客气了。请。乔大哥，你看我这样子，你还能认出我来吗？阿朱，你怎么自己变成这样了？没办法，我们慕容家在江湖上名气不小，我怕万一有人认出我来，给你带来麻烦。可你替我想的那么周全。驾！乔大哥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变成这样，你会嫌弃我吗？我在这种时候，你能陪伴我，我乔峰会因为你的容貌而嫌弃你吗？好了，别说话了，赶紧进去，好好躺着啊！薛神医，尤家老弟，今天约集了众多武林高手，是不是为了乔峰那个混蛋呢？是的，徐长老和丐帮的诸位长老一起来商量这件事，实乃我们武林的大幸啊！这个人呐，真是丧心病狂啊！本来他是为我们丐帮做了一些事，可是没想到他是个契丹人。契丹是什么人呢？契丹是我们大宋的敌人，他现在又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们绝不能原谅他。所以你们放心，他虽然当过我们的帮主，我们丐帮绝不会为这个而袒护他。说得好！照长老的意思，乔峰是要独自前来。什么？乔峰也要来？不错，是乔峰亲口告诉我的。我看这是乔峰的阴谋，故意放出这个风声，好来个金蝉脱壳。脱你奶奶的壳！哼！乔峰是什么人，我比你清楚。他既然说要来，他就一定会来。乔峰到！
举。乔峰听说薛神医和尤氏兄弟在聚贤庄设宴邀请武林豪杰。我自认为不是什么武林豪杰，我来这里也不是参加什么英雄大会，我来这儿是有一件事情，恳请薛神医帮忙。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？薛神医，这位姑娘，请薛神医救救她。请进庄吧。他是怎么受伤的？都怪我做事太鲁莽，不小心让别人伤了他，而且伤得还不轻。我想这世上只有你薛神医一个人能够救治他，所以，我求你务必帮这个忙。这狗贼冒死来聚贤庄，就是为了给这丑丫头治病。这小姑娘是个什么人？她是不是疯了？我看他是在耍阴谋诡计。对了。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真对不起，我还真不知道她叫什么。阿朱，你到底姓什么？我姓阮。啊，薛神医，他姓阮。这么说，你和他也不是很熟悉了。她只是我朋友的一个丫鬟。看来你的这位朋友也不是一般人。你的这位朋友是谁呀？不瞒薛神医，我跟我这位朋友也只是神交，并没有见过面。这位姑娘如果不是服了一种外加的治伤灵药，又有你乔峰为她多次输送真力，恐怕她早就死在少林寺玄慈方丈的大金刚掌力之下了。啊！原来这姑娘是被玄慈方丈的。玄慈方丈怎么会跟一位姑娘动手啊？是啊，薛神医，我方丈师兄几年没离开过少林寺，而少林寺一向没有女人出入。这大金刚掌力，肯定不是出自我师兄之手。那这世上还有谁会发如此刚烈的大金刚掌力呢？阿弥陀佛，薛施主，这些话说起来惭愧，
贫僧和玄寂师弟天资有限，无法领会大金刚掌力的要领。至于少林以外嘛，我看就更不。乔峰，那天晚上偷偷进入我少林寺，害死我玄苦师兄，后来曾受我方丈师兄的大金刚掌。他的厉害你领教过。试问，如果我师兄这一掌打在这位小姑娘身上，她还能活命吗？这位姑娘如何受伤，暂且抛开不谈。刚才大师说我杀了玄苦大师，确实冤枉了我。玄苦大师是我的授业恩师，我乔峰就是不要性命，也不会伤害他的。乔峰，你那天晚上明明是多次进出少林寺，很多人都看见了，你又怎么解释？还有，那个被你抢走的少林和尚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真的没有杀玄苦大师，更没有抢走什么少林寺的和尚。很多事情，你们不明白，我也不明白，更说不清楚。不管怎样，这位小姑娘绝对不是我方丈师兄所伤。我方丈师兄是一派掌门之尊，有德的高僧，他怎么会出手打伤这样一位小姑娘呢？再者说，即便是这位小姑娘她做的再不对，我方丈师兄也不会和她一般见识。当然了，玄子方丈一向慈悲为怀，不可能对一个弱女子下毒手的。我想，一定是有人冒充少林寺的高手，使了这个大力金刚掌。这句话还差不多。照这么说，原来还有人会用这大金刚掌。那么这个人在出手的时候，一定受到了什么阻挡，掌力削减了不少，不然阮姑娘早就当场死了。这个人掌力雄浑，只怕能和玄慈方丈并驾齐驱。是啊，可是这个人又会是谁呢？是啊，是谁呀？如果这个小姑娘死在大力金刚掌之下，对少林寺的面子也是不大好吧？所以，我恳求神医救她一命。姑娘，你到底是被谁伤成这样的？啊，那个人是个年轻公子，相貌英俊潇洒。当时我和乔大爷正在饭馆谈论您薛神医的医术，出神入化，空前绝后，就连神仙也比不过。我还说，有了薛神医，大家学武功还有什么用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了你，谁伤一个你救一个，谁伤两个你救一双啊！可是，那个年轻的公子爷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说话，后来他忽然冷笑道：“哼，天下掌力大都轻飘飘的，才会让那个姓薛的郎中浪得虚名。不知道我这一掌，他是不是也治得好？”他说完这句话，就向我凌空一掌击来。我见他离我挺远的，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。乔大爷他却大吃一惊。那他伸手挡架了吗？其实，乔大爷如果伸手挡架了，那公子爷就伤不了我了。但是，乔大爷来不及救我，他就提起一张椅子扔了过去。只听见咔嚓一声，那张椅子已经被那公子爷击得粉碎。我当时觉得轻飘飘的，好像自己进了云端里一样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我只记得那公子爷说：“
你去叫薛神医多翻翻医书，练上一练，日后替玄字方丈治伤的时候，就不会手足无措了。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好像是说，将来要用这大金刚掌来打玄字方丈。一笔之道，还之笔身呢。难道是姑苏慕容复？对，就是他，姑苏慕容复。姑苏慕容复。乔兄刚才说有人冒充少林高僧，招摇撞骗，打伤了这位姑娘。可这姑娘却说打伤她的是一个年轻的公子。哼，到底你们俩谁的话是真的？冒充少林高僧也是有的，我就看见2个和尚自称少林和尚，偷了人家一条黑狗，杀了吃了。薛神医，如果你今天救了这位姑娘，我乔峰这一辈子都感谢你的大恩大德。一辈子？你看看今天这阵势，你今天还想能活着走出这聚贤庄吗？活着出去也好，死了出去也罢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但是，这个姑娘，你今天一定要救治。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她治呢？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薛先生在江湖上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善事，难道忍心看到这位姑娘无辜的死去吗？哼，无论是谁带这位姑娘来的，我都给她医治。正是因为你带来的，我才不治。今天你们大家聚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要合计对付我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乔大哥，既然如此，你就不该为了我跑到这里来冒险。我以为在座的都是武林中的好汉，有什么全都冲着我来，为什么要牵连一个小女子呢？给不给人治病救命，全凭我自己的喜好，谁也不能强迫我。你既然都知道我们今天在这儿干什么，那最好，我们要杀了你，祭奠你的父母和师傅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自己了断。乔大哥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吧！我跟他们无冤无仇，他们不会害我的。乔大哥，你快走吧！我乔峰不是贪生怕死的人。阿朱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来，薛神医，如果我是汉人，你今天这样侮辱我，我一定把你给杀了。如果我是契丹人，我头一个杀的还是你，省得我杀一个你救一个。这么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要杀了我的。薛神医，如果你今天救了这位姑娘，我们一命换一命，我乔峰永远不会动你一根汗毛。一命还一命，笑话！姓乔的，自己的命都活不过今天了，还拿什么跟人家换啊？明人不做暗事。刚才这些话，是哪位英雄好汉说的？出来让乔某见见。你杀害了玄苦大师，却至今不敢承认，还好意思说什么明人不做暗事？卑鄙小人，不要在暗中挑拨，有种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
是追魂掌谭青。对，是他。他是恶贯满盈段延庆的弟子。你好高的内力，不仅破了我的千里穿云功，还震伤了我。卑鄙小人，咎由自取。留下吧！姚氏兄弟，我想在你们这儿讨几碗酒喝。拿酒来。这里众家英雄都有乔峰往日旧交，今日既要与我为敌，咱们干杯绝交。有哪位英雄想要杀乔某人，请过来和我对饮一碗，从此以后往日交情一笔勾销。我杀你不算忘恩，你杀我不算负义，天下英雄俱为见证。痛快！姓乔的，我跟你喝。今天我是和老兄弟、老朋友喝绝交酒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乔峰喝酒？
倒酒。等等，你我兄弟一场，一起出生入死。这一碗酒之后，我们就要化友为敌，反目成仇了。这真是造化弄人的。乔兄，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。一会儿，不免一场恶战，请白兄弟保护这位姑娘的安全。你放心，待会儿不管你是死是活，我白狮镜以性命担保，我一定求薛神医治好这位姑娘。乔峰，多谢了。乔峰，一会儿交手之后，你不必手软。如果我白狮镜死在你的手下，丐帮还有众多弟兄也会救活这位姑娘的。乔大哥。乔大哥，诸位，乔峰与众兄弟相交多年，今日恩断义绝，我无话可说。不过，我有一事相托。如果我今天死了，请诸位兄弟保全住这位阿朱姑娘，也不枉我们相交一场。我在九泉之下，也会感激众位兄弟的大恩大德。大恩大德。酒已经喝完了，你们谁想动手，就来吧！你们要是不动手，那我乔峰可就不客气了。闪开！大家别慌，这狗贼要拼命，大家先避开。上！别废话，一起上！狗贼！
乔峰，契丹和大宋势不两立，今天你以身冒死，别怪老哥哥们不客气了。别这么多废话，绝交酒已经喝完了，还有什么可顾忌的？来吧！爹，你来干什么？快躲开！快走！走！走啊！呀！狗不要脸！好。爹，不要！乔峰，还我儿子命来！呀！乔大哥，不要！呀！乔大哥！乔大哥！乔峰英雄一世，想不到今天会死在这里，甚至连自己的身世都没弄明白。上天呐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公平？洞里有吃的，够你活些日子的。放心吧，他们那些人找不到这儿。恩公，能否让乔峰见一面？日后你好报。我早知道你笨成这样，我就不救你了。恩公，你救的那个女子是什么人？是我朋友的一个丫鬟。朋友的丫鬟？什么朋友？不瞒恩公，这位朋友，我也只是神教。一派胡言！我告诉你，这里没有人把你当作朋友。你自己好不容易练就了一身蔑视天下的功夫，却差点为了一个女子白白送了命。天下没有比你再笨的了。恩公骂的是我乔峰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？
看看你自己的胸膛吧。恩公，我身上的刺青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请恩公赐教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里没有人把你当作朋友，只有你的仇人。别辜负了你那一身灭世天下的功夫。恩公，救我的这位恩公是谁？害我的那个大恶人又是谁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薛神医，来，我来给你把把脉。阿朱姑娘，你的伤差不多好了。多谢薛神医，神医的医术，天上天下都是第一。阿朱姑娘，你现在应该说了吧？你和乔峰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又是怎么被这正宗的少林大金刚掌所伤？薛神医，你忘了吗？那天我当着大家的面，不是都说过了吗？我是被一位长相英俊的公子所伤，乔大爷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是他救了我。好了好了，就算你说的是实话，可你为什么要易容呢？你是什么身份？不能告诉我吗？我的身份当然不能告诉别人了。哦，那又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欠别人很多钱。是真的。那天在镇上，我路过一家赌馆，手就开始痒痒的，就想进去碰碰运气。谁知道把身上的银子都输光了，还欠了赌馆一大笔钱。后来我没钱还，他们就说要把我卖去妓院，而且他们还把我关起来了。我半夜好不容易从窗子爬出来的，你说我能不易容吗？够了！你这个丫头，满嘴没有一句实话。你既然不想说，那就先别离开这聚贤庄，把伤养好了，免得乔峰找不到你，又来怪罪我。哎，薛神医，你看，我的伤都好了，你看，是真的。而且我刚才说的话也是真的，只不过你不相信而已。别说那么多废话了，好好在这待着吧。薛神医，薛神医。
备马，取钱。是。没想到，我乔峰也有一天会被人追得到处藏身。我一定要查出害我的人是谁。